环境部原底按算要将观光旅馆、公电、甲文教设施等等开发案的宽频审查，交予地方政府来处理，却是引起环团的批评。今日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审查环境部相关的预算，部长裴启明则个宣布讲，开发案由原是维持由中央来审查。 林丁旅馆、有观光旅馆开发面积较小，而且有县市希望回归地方审查。环境部原本打算要甲包括旅馆、公店、有文教设施开发案的宽频审查下放到地方，但互环保团体批评。或者部长批启明到立法院报告的时阵，立委质疑安尼做是毋是自废武功咧？批部长宣布维持伫中央审查。 你们自己要自废武功啊，那干嘛把你们升格？今天也正式做一个宣布，这些还是由我们全部来处理。裴启明例会前受访时阵表示，无希望所有宽频压力拢放伫中央，嘛是希望建立制度，互地方来分担审查。针对地方互人批评审查无公开透明，要先找出问题。有些县市有在直播，有些县市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他们也可以统一来处理。 我们环境部已经委托一些 NGO 来进行环评总体检的工作。环团强调，地方的开发案常常受到政治的介入，肯定环境部停止修法，但嘛强调要回归地方的前提，一定要是互审查的严格、个资讯公开的程度，甲中央相像。在地方的环评的审查，很容易受到政治或者是有心人士的操作，审查的独立性，我们都一直是非常存疑的。环境部指出，目前全台湾22县市，定有50到60个人咧做环评的业务，人是真欠。但批部长认为，若地方审查弱化，对国内整体环境保护嘛是伤害，所以透过体检来找出问题，希望对症下药来解决。记者林培尧做台北报道。